朋友們，歡迎嚟到人生遊樂無限公司賓尼嘅頻道啊！2024年冬至到聖誕節期間，我參加咗一個由關鍵旅遊主辦嘅超抵嘅貴州5天之旅。返嚟之後，因為聖誕節同埋過年比較忙，所以呢條片就一路拖到而家先至同大家見面啦。不過靚景係唔蝦蝕嘅。講返呢個團啦，團費3000蚊，買一送一，即係每位1500蚊啦。保險費、服務小費、自費活動，所有費用加埋一齊都唔使2700蚊，仲要係深圳坐高鐵喎。呢個行程係咪超抵呢？行程包括荔波古鎮嘅悠古韻、荔波大小七孔嘅絕美風光、青岩古鎮、夜郎洞各種特色景點，仲有好壯觀嘅黃果樹大瀑布。不過呢，因為係平價團，所以有3個購物行程，但係完全影響唔到我哋玩得開心。呢個月份氣溫只有單位數字，夜晚仲去到差唔多0度，不過完全影響唔到我哋熱鬧嘅氣氛，一路充滿笑聲，仲收穫好多靚相。想唔想睇下貴州嘅風光呢？快啲同我一齊雲遊貴州啦！睇之前記住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啊！精彩即刻開始！第一日呢，真係要早起啊！朝早7點45分就喺福田口岸集合啦，跟住領隊就帶我哋搭地鐵4號線，坐10個站去到深圳北站。到咗10點05分，高鐵開車啦，由深圳北站出發去貴州嘅都運東站。由於午餐係自費嘅，所以有啲團友好醒目啊，帶咗杯麵。高鐵上面係有熱水免費供應嘅，餐卡亦有套餐或者飯盒買。而我哋呢，就喺深圳北站買咗麥當勞，車程3小時55分。下晝2點零鐘，我哋就到達貴州啦。落咗高鐵，我哋坐旅遊巴，大概4點半左右就去到我哋今日行程嘅第一站荔波古鎮。佢係一個仿古建築群，亦係網紅打卡點。建築嘅時候保留咗當地布依族、水族、苗族、瑤族4大少數民族嘅文化特色，仲將明清時代徽派式嘅建築風格同埋園林藝術融合埋一齊，火鍋族味，油坊做得好有古鎮味道喎。行完古鎮，又到咗晚飯時候啦。我哋去咗當地餐廳食農家菜，先嚟個豆腐魚頭魚腩煲，配埋青菜同埋菌菇，熱辣辣都幾好味。其他菜式都好啱香港人口味，唔辣，好清淡，好新鮮，以蔬菜為主，雞啊、肉啊、魚啊都有，好豐富，好夠食。領隊仲好有心，呢一餐加咗湯圓同埋生果俾我哋。食完飯就返酒店啦。我哋今晚住嘅係荔波飯店，呢間酒店呢，睇起嚟唔算新，不過房間都夠大，都乾淨。重點係好近聽日嘅旅遊點，所以係好受旅遊人士歡迎噶。第二日一早7點就喺酒店食自助早餐。講真呢，款式就好少啦，我只係淥咗碗飯，夾咗啲菜，簡單就解決咗啦。食完早餐8點鐘坐旅遊巴出發，9點左右就去到今日嘅旅遊點荔波大小七孔風景區。戴眼鏡除低知道嗎？跟住面部識別影相入系統，就入去之後呢，坐車大概3-5分鐘嘅時間，好近嘅。有位入咗後面開車，落車等我哋得啦，好嘛？落車之後呢，就先行呢個臥龍潭。行埋之後呢，我哋又坐車去行呢個翠谷瀑布。翠谷之後呢，我哋又喺前面呢，又坐車就去到石上森林。呢度呢，行到呢個小西口古橋。食咗飯之後呢，我哋行埋呢度之後呢，再坐車去呢邊。落車之後呢，就喺呢度去食飯。食飯之後再行呢個大洲口。大洲口將展開往前半段，因為後半段依家可能要準備檢修啦。23日少咗封閉，因為檢修。因為點解呢？今年嘅洪水令自己多啊。我哋呢係西門入，領隊話呢個行程係一路落坡嘅，會輕鬆啲。第一站係臥龍潭，聽講夏天水多嘅時候，潭水嘅顏色會淺色啲。到咗冬天，潭水就會變咗海藍寶咁藍啦。周圍青山環抱，風景如畫，
真係好似九寨溝咁靚啦，我梗係要影多幾張相俾你哋睇下啦。跟住就嚟到過龍潭瀑布，一道弧形大壩圍住上游嘅流水，流水隨住弧形大壩不斷咁流落嚟，形成咗月牙形嘅瀑布，真係好靚喎。再向前行就係上幾定湖同埋上幾定湖瀑布，呢一度由湖泊、濕地、瀑布組成嘅自然風景帶，好靚好靚。前邊就係翠谷瀑布，瀑布好似一道珠簾掛喺翠綠嘅山谷入邊，又好似白龍歸海一瀉千里，好有氣勢。靚唔靚啊？瀑布好靚啊！呢個瀑布真係好靚，好睇啊！回望翠谷瀑布嘅美景，真係唔捨得行啦。但係美景不斷，又嚟到斷橋飛瀑，呢度係人工搭建嘅樹洞斷橋，將山泉水從公路引入響水河。好靚喎呢個位，好玩啊！正啊！梗係正啦，好犀利啊！係。喺度衝啊！喺度衝啊！啱上山個洗頭車。跟住就係拉雅瀑布，拉雅喺布依語入邊嘅意思係美麗嘅姑娘。瀑布依山流下，就好似柔美靈動嘅少女披住輕紗，輕輕嘅水霧飄到我哋嘅面上，行到個身熱熱地，俾水霧一噴，又幾涼快喎。再向前行就係68級跌水瀑布，喺1公里長嘅響水河上邊，不時有瀑布同埋跌水，為我哋嘅視覺帶來咗好強嘅衝擊力。動態嘅水景，姿態各異，真係令人目不暇給。專家話咁密集嘅瀑布同埋跌水喺全國都算罕見㗎。話時話呢度唔係剛剛好68級，只係一個幸運數字啫。一路慢慢咁向下行，又真係行得好舒服。跟住就嚟到鹹碧潭啦，潭面好幽靜，潭水好碧綠，好似與世隔絕咁樣樣。終於嚟到今日上午嘅尾站小七孔橋，呢座橋由青石砌成，好出名嘅古橋嚟㗎，始建於清朝道光15年，即係1835年。以前喺古代貴州通往廣西必經之路。你哋睇下橋上面爬滿咗綠色植物，俾人一種好古樸寧靜嘅感覺。到咗1點，上午嘅行程就完結啦。1點半就食午飯啦，菜式依舊係農家菜，好豐富，條魚幾新鮮幾正㗎，可能因為附近嘅水質靚啦。白飯任裝。食完飯2點半就返去荔波大七孔風景區，下午嘅行程正式開始。首先係坐船欣賞河上面同埋峽谷嘅景色，開心嘅心情收穫咗。我哋嚟到貴州啊，遊山玩水啊，的而且確一流，青山綠水，美如畫。我哋而家在水中央，在水中央有豬狗一雙，你啊豬狗一雙啊！兩岸懸崖峭壁，赤壁上朵朵鐘乳，層層翠綠，真係好似幅畫咁靚啦。坐完船就步行欣賞景色啦，原始森林、峽谷、河水流淌，係咪好迷人呢？話俾大家聽啦，一般人都以為大七孔古橋就喺大七孔風景區入邊，其實呢座橋就喺景區嘅1公里外邊，一般旅行團係唔會去噶。我就喺網上面揾咗啲圖片自己欣賞下，分享埋俾你哋睇啦。呢座大七孔橋呢，建於清朝道光年間，曾經俾洪水沖毀咗，搞到交通中斷。後來到咗清朝光緒年間又修復返。未睇佢橋仔細細啊，佢係當時荔波縣境內第一石橋嚟㗎。行到下午4點，今日嘅行程就完結啦，大家都好攰咯，於是就坐車返去市區。7點半食晚飯，又俾大家睇下有咩食。條魚依然好食，
菜都好新鮮。至於雞呢，啲骨見到紅色嘅血，有待改善。8點半食完飯，9點鐘就返到酒店啦。本來係住4星級嘅，好彩啊！9點鐘我哋升級去旁邊同集團新開嘅貴陽青岩假日度假酒店。哇，5星級㗎，又新又靚又舒適，仲有個小露台添，景觀都唔錯啊！大堂都好靚，我哋忍唔住喺度瘋狂打卡，成班團友又開心咁樣玩咗2個鐘啦。好啦，返房甜睡啦。到咗第3日，今日依然係酒店自助早餐。5星級酒店當然比琴日嘅豐富好多啦。中式、西式應有盡有，仲有貴州嘅特色米飯，仲有水果添。唉，我掛住食，都冇好好咁影俾你哋睇。食完早餐，8點15分出發，8點45分就到咗我哋今日嘅第1站青岩古鎮。落車沿住南門步行徑，首先映入眼簾嘅就係周王時釋劉氏節孝坊。呢座牌坊呢，係清朝道光年間奉旨建造嘅。牌坊呢啲嘢呢，對於我哋現代人嚟講係冇乜意義嘅，但係佢保存良好，雕刻工藝精湛，都係值得欣賞嘅藝術品。穿過步行街進入南入口，就嚟到定港湖同埋定港門啦。呢個古鎮係國家5A 級旅遊景區，佢建於明朝洪武10年，而家已經有600幾年歷史㗎啦。因為明朝屯兵而建，用嘅係青色岩石，所以就叫青岩古鎮咯。曾經係明清兩朝嘅軍事重鎮，係兵家必爭之地。呢條蜿蜒曲折嘅就係南古驛道，亦都係古時重要嘅交通通道。而家淨係俾人哋憑吊一下歷史嘅滄桑。定港門城樓以前係貴陽重要嘅關口，亦都係4個城門之中最宏偉嘅一座，所以係青岩古鎮嘅地標之一。穿過定港門，進入南明清街，古鎮嘅氣息撲面而來。趙李麟百歲坊建於清朝道光23年，都有180年歷史㗎啦，係慶祝趙老人100歲生辰而建嘅。最大嘅特色呢，就係柱上面嘅石獅子，睇下尾巴向上，頭向下，一反常態，造型十分生動有趣。穿過牌坊，街道兩旁商店林立，全部都保留住明清時期嘅建築風格。青石板路，睇下啲石牆幾厚幾穩固。係啊，好笑，咁開嘅道門。嚟到古鎮內城牆，領隊話再向前行呢，石級比較多，腳骨力好嘅團友可以繼續向前行，其他團友亦都可以留喺商店區呢度睇下小店啊，打下卡咁樣。穿過古城牆，沿住南明清街往前行，有好多古建築，不過根本唔夠時間行㗎。團友們行到青岩文化廣場就折返啦。除咗古鎮韻味，當地人仲有一樣嘢係引以為傲嘅，就係青岩古鎮喺晚清時期出咗一個貴州歷史上第一個狀元。由於雲貴兩地以前都係比較貧瘠嘅地方，出一個狀元真係十分之轟動㗎。沿路行返出去，再回味一下青岩古鎮嘅美景。返嚟定港門，登上城樓，好似去咗小長城咁樣啦。好啦，又係午飯時間啦，大家又嚟睇下我哋今日食啲乜。
食完午飯，下晝就參觀夜郎洞。喺夜郎洞景區入口，遠遠見到兩山中間嘅玻璃空竹棧道。哇！唔使驚，唔使驚，領隊話我哋唔行嗰度。嚟到夜郎洞入口，哇！巍峨嘅洞口出現眼前啦，好似一個超大嘅拱門，邀請我哋通往神秘世界。進入洞口，喀斯特地貌盡收眼底。向下望有條地下河同埋浮橋，再行入去呢，鐘乳洞嘅美景出現眼前，石柱啦、石鐘乳啦、石筍啦密布，喺燈光嘅映照下，仿佛置身龍宮一樣。再行落去呢，係一條向下嘅石樓梯，行落去就會見到頭先嗰條浮橋啦。呢度亦係夜郎洞第一層水洞嘅入口。沿住浮橋行，好似探險咁啊！可以近距離觀摩鐘乳石，行喺浮橋上面，咯吱咯吱都幾得意。浮橋盡頭有個大廳，行入去就係第2層同埋第3層洞啦。嗱，而家我哋咧就喺呢個岩洞入邊，好黑啊呢度，係睇呢度咋？牆上有個古仔，係。係啊，睇到乜似乜？哇！呢度有個好似蒙面超人啊！洞內空間好大、好高、好有氣勢，有形態各異嘅石柱、石鐘乳同埋石筍。其實朋友們去過大江南北，見識過唔少鐘乳石洞，夜郎洞唔算出眾。不過佢背後嘅故事就唔少嘢啦。大家聽過夜郎自大呢個成語嗎？話說夜郎國存在於戰國至到西漢年間，即係公元前28至25年。喺西漢末期，當時西漢嘅皇帝係劉驁，即係提拔、王莽同埋蠢恨趙飛燕嗰個啊。西漢使者出使西南方嘅田國同埋夜郎國，田王居然問漢朝同埋我哋國家邊個大啊？夜郎王竟然覺得問得好啱喎。雖然當時田國同埋夜郎國喺西南方算係大國，但係比起當時國土遼闊、文化同埋商業都十分發達嘅西漢，真係小巫見大巫啦。所以後來就有夜郎自大呢個成語啦，比喻人狂妄無知、自負自大。根據歷史記載，後來夜郎國真係連同20幾個部落攻打西漢，結果呢都未出西南方，夜郎國已經被當地西漢嘅太守陳立打敗咗啦，最後仲滅埋國添。睇住咁靚嘅景觀，回味下有趣嘅歷史故事，都幾正嘅。行完夜郎洞就嚟到呢個旅程第一個購物點朱砂同埋土特產店，不過冇咩好睇，冇咩好買。跟住又到咗晚飯時間啦。晚飯之後就返酒店，今晚我哋住安順豪新溫泉度假酒店，又等我哋一齊睇下房間同埋酒店設施啦。雖然冇琴晚嗰間咁靚，不過都唔錯嘅。至於溫泉呢，其實係室內同埋室外暖水泳池。好啦，今日就到呢度啦。話咁快又嚟到第4日啦，今日自助早餐就冇琴日咁正，不過都好多嘢食噶。白粥油炸鬼、煎蛋多士、餃子米粉，中西式都有，仲有新鮮水果。食完早餐就嚟到第2個購物點啦，苗族銀飾展示館。銀器呢，我就冇乜興趣啦，不過店入邊嘅苗族服飾展示呢，我就好中意。出發去玩啦！11點半嚟到陡坡塘景區，去到景區入口，
搭環保車坐幾分鐘就嚟到要客服務點落車。通過要客服務點就見到一堆《西遊記》造像。聽講呢度係國內電視劇《西遊記》嘅取景地。一路睇住呢啲造像，一路向前行，又冇咁枯燥喎。沿住白水河向前行，好快陡坡塘瀑布就出現眼前啦。陡坡塘瀑布位於黃果樹瀑布上游1公里，係黃果樹瀑布群中瀑頂最闊嘅瀑布。喺白水河廣闊嘅灘面緩緩灑下，就好似一層層白色嘅輕紗，清秀嫵媚。有人話好似新娘嘅面紗，你哋話似唔似啊？聽講夏天洪水嘅季節，陡坡塘瀑布會因為白水河帶住大量泥沙而變成黃色，加上瀑布擊打旁邊嘅洞穴，會形成獨特低沉嘅呼呼聲，好似一隻異常兇猛嘅怪獸咁樣，又係完全唔同嘅睇法啦。離遠睇瀑布加上流水，雖然微微雨，天色唔係好靚，不過又另有一番詩意。沿途流水輕淌，水聲鳥聲陪我哋一齊向前行，真係好正。到咗1點，我哋就出返景區，去當地餐廳食午飯。呢餐呢普普通通啦。食完午飯又返入景區，坐環保車去天星橋景區，主要係欣賞石、樹、水嘅奇妙組合，好似天然嘅盆景咁樣。跟住又坐環保車出返景區門口，轉車去黃果樹大瀑布景區。嚟到都4點半啦，冬天加上落雨，天色已暗，我哋就嚟個夜遊黃果樹。好唔好玩啊？好啊，今次好多負離子啊，清新啊，空氣啊。靚唔靚啊？呢度靚啊，非常之靚啊！哇，好好。景區入口有扶梯可以落到景區，聽講唔搭扶梯呢，行落去大概20至30分鐘。呢條扶梯呢，聽講係目前亞洲最長嘅野外觀光電動扶梯，分2段嘅。去到扶梯盡頭，行冇幾耐就見到黃果樹大瀑布啦。呢個位行上去呢，可以上山，用高角度觀賞瀑布，亦都可以繞去瀑布後邊，穿過溶洞，去到瀑布中間嘅水簾洞，近距離捉摸飛捕。我哋呢個團呢，冇預時間俾我哋行上去，不過呢個位已經好近好親民，好多水啊！靚啊！足之啊！我哋行到幾開心啊！耶！冇水啊，原來大把水。靚唔靚啊？哇耶！黃果樹大瀑布嘅澎湃，犀牛潭嘅優美，真係襯到絕啦！聽講明朝嘅時候，著名地理學家、旅行家徐霞客曾經嚟過呢度，仲寫下遊記。從此黃果樹瀑布就被世人知道啦，慢慢就舉世知名添。嚟到索橋，因為夜啦，只可以喺橋上面停留打卡，唔俾過咗橋繼續前行啦。到我哋打完卡，後來嘅人連上橋都唔俾啦，好彩行得快啫。話俾大家知啦，黃果樹瀑布個名嘅來由係因為當地有一種常見嘅黃桷樹，後來就演變成為今日嘅黃果樹咯。遊完黃果樹已經6點啦，出返市區已經7點半，又到咗食晚飯嘅時候。今晚呢，我哋有一款酸湯魚，係貴州少數民族嘅傳統菜式，用野生嘅番茄加上其他配料醃製成嘅湯底，再加上野生植物木薑子提鮮去腥，酸辣開胃，都幾得意嘅。食唔慣都唔緊要嘅，仲有其他菜式。食完晚飯就返酒店啦。我哋今日住多1晚安順豪生酒店。午
經唔覺就到咗行程嘅最後一日啦。今日冇行程，嘆完早餐9點9離開酒店，11點9就去到第3個購物點醬香酒體驗館，參觀茅台酒展品，聽下茅台酒嘅知識同埋製作工序。原來茅台酒係要勾兌噶，又聽下茅台酒嘅身價。30阿勒30公升，也就60斤。我們可以看到，在它每一壇的壇底都有它自己的編號。今天茅台官網上這一壇茅台酒單壇售價376萬，仲有得試飲添。我飲咗3小杯，有啲團友飲咗7、8杯啊。仲有問答遊戲，我贏咗支茅台酒手板。聽講解員講話係好嘢嚟噶，可以要嚟勾兌普通茅台，好開心啊！有幾個愛好品酒嘅團友飲完就即刻有幫襯啦，其他唔幫襯嘅團友就周圍打卡，大家都笑容滿面，領隊都終於有笑容啦。到咗1點9左右，我哋離開去高鐵站，下晝3點010分就開車。呢一餐午餐都係自費嘅，車程大概4個鐘，約莫7點45分就到達深圳北站。去到深圳，領隊就帶我哋搭地鐵返去福田口岸，然後就散團啦。總結今次嘅行程呢，我覺得風景好靚啦，食同埋住都唔差，服務站仲有飲用熱水供應，真係好貼心啊！同我同行嘅朋友呢，包咗一圍台，真係玩得好開心啊，笑料亦特別多，希望下次再一齊玩啦。好啦，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。喂，記住點讚、訂閱同埋分享啊！多謝你哋嘅支持，拜拜。